醫生嘅舉動真係非常貼心，哇個側面咧真係靚咗好多，睇落去後生咗咧。我有少少對針劑上癮，即係個 shape 嘅設計係非常完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小葉啊。如果你係第一次嚟我 channel 嘅話咧，介紹翻先。我係一個有2個小朋友嘅媽媽，我依家亦都有一份全職嘅工作嘅。拍 YouTube 咧，即係我一個興趣嘅分享，希望幫助到一啲同我有同樣煩惱嘅觀眾。每個人咧對於靚嘅定義都好唔同啦。喺我身上嚟講咧，有2樣嘢咧，我係一直都好想改善嘅。你話我係咪好介意？我又唔係真係好介意嘅。但係如果有方法去改善咧，我又會想 explore 下點樣可以令到自己變得更加靚啲啦。咁其實我一直咧都覺得我影相嘅側面咧唔係咁靚嘅。原來咧因為我有一個嘴突嘅情況啦，我嘅下巴咧係向後縮，我嘅嘴咧係突咗出嚟嘅。咁而家你喺鏡頭度咧，你好似唔係好睇得出嚟，因為我而家已經係1年後打咗一個醫美針劑啦。第2樣嘢我想改善嘅咧就係 gummy smile 啦。其實咧我係一個好中意笑、好樂觀嘅人。咁如果咧我笑得好誇張、大笑嘅時候咧，好多時咧我嘅上牙肉咧都會露出嚟㗎。我會擺翻一啲 video， 哇呢個真係好樣衰呢個 video， 但係完美 capture 到我呢個 gummy smile。咁呢樣咧都係我想改善嘅一樣嘢嚟嘅。如果嘴突呢個問題，其實主要嚟講咧就係可以靠箍牙同埋靠醫美嘅針劑可以改善嘅。咁但係因為咧我有第2個想改善嘅嘢嘛，就係 gummy smile。gummy smile 咧就可以透過箍牙去改善喎。咁所以咧我就喺度諗，不如做下 research 關於箍牙嘅嘢，咁我就可以將嘴突同埋 gummy smile 一次過改善啦。我大概用咗1年嘅時間，見咗4位香港牙醫，同佢哋咧分析我嘅需求，睇佢哋可唔可以做得到嘅。咁當時咧見牙醫嘅時候咧，喺牙醫診所咧就照咗 X 光，咁我要擺翻 X 光圖片喺度啦。咁其實我就係一個屬於叫骨性嘴突，我啲牙都幾密嘅，由智慧齒到出邊咧啲牙都係好緊密啦，冇空間去箍牙。所以如果我真係要箍牙嘅話咧，我就要將後面嘅智慧齒同埋1粒嘅大牙掹走，然之後先至可以製造空間俾醫生去將成棚牙褪後拉入去嘅。除咗剝牙之外啦，我都有同牙醫查詢，我可唔可以用透明嘅牙箍去箍牙嘅。咁大部分嘅牙醫咧都建議我用鋼箍嘅，因為佢哋覺得咁樣係會有效率啲啦。我就再去研究鋼箍啦。咁咧我就發現咧，原來有一種叫內箍啊，即係你箍喺牙後面啊，咁人哋咪見唔到咯。其實內箍咧係好高難度㗎。咁再加上咧，我係想改善我嘅 gummy smile。其實前面咧點樣都要打骨釘，之後先至可以將我成棚牙拉上去，咁我先至可以改善咯。綜合咗4個牙醫嘅意見咧，大部分嘅牙醫咧都建議我唔好箍牙嘅。佢哋覺得我呢個情況咧係唔值得箍牙啦，因為我只係想將啲牙褪入少少啦，無謂將一啲健康嘅大牙掹走。第二樣嘢就係我箍牙咧都係為咗變靚啦，但係我要戴鋼箍3至5年嘅時間，其實就會同我想變靚呢樣嘢咧有少少相反嘅方向嘅。第3樣嘢咧就係其實箍牙咧有機會係會造成牙套鏈，呢啲咧其實牙醫咧亦都唔係咁容易控制得到啊。例如咧就係你箍牙嘅時候啦，如果你啲牙褪入咗入邊，咁有機會咧，你嘅人中變長，你嘅上唇咧亦都會變薄，個樣睇落去老咗。所以咧，我決定咗，我唔會再去箍牙啦。於是咧，我就去研究另一樣嘢，就係醫美針劑啦。因為我之前講過啦，改善嘴突除咗箍牙之外咧，就可以用醫美針劑去改善。咁於是我就揾咗個醫生咧去做諮詢。我去打針做諮詢嘅時候咧，已經係1年前啦。咁我其實咧係有好多疑問，因為我從未喺面上面打過針啦，做過填充啦，所以我好多嘢都好驚啦，好多嘢咩硬化移位啊，咁用咩材料啊等等，我有一紮嘅問題 list 咗出嚟。我第一次諮詢嘅時候，我問得好清楚，我要知道有啲咩風險啦，究竟會點樣做啦。咁我其實同醫生講，我其實係想將個下巴打翻出嚟啦，等我側面係靚啲嘅。點解我會覺得個醫生好專業咧？就有啲時候咧，有啲醫生話我想做即係打下巴，咁佢咪幫你打下巴。但係呢個醫生完全唔會，因為佢知道我想個側面靚啲啦，於是咧佢好全面咁分析我嘅面型啦，我側面啦，佢嘅建議係咧下巴係需要打出嚟嘅，但係咧我嘅面中咧都係比較凹陷，例如我個鼻啦，其實係可以打翻高少少啦，令到我同嗰個下巴可以有一個好好嘅連接啦。然後咧佢亦都會建議我就係因為咧我有嘴突嘅問題啊，咁所以咧就造成咧，因為呢個係其實係個骨嚟嘅，咁其實呢個位咧就會凹咗入去。咁睇落去咧又會冇咁好睇啦。佢哋都建議咧，其實喺呢粒嘅地方咧都要適量咁補少少咧，令到我面中咧可以拉翻出嚟啦，下巴拉翻出嚟啦，咁樣個比例先係最好睇。咁呢個咧就係我最想聽到嘅專業意見。咁我諮詢完之後，考慮清楚咧，我都好快 make 咗第一次嘅 booking 去做填充啦。咁我再次翻到去診所嘅時候，醫生同我講咧，佢建議我今次只係打1支嘅份量啦，因為我從來都冇做過填充喺塊面。佢驚我接受唔到，所以佢都會建議我盡量咧少量多次咁慢慢去疊加，
千祈唔好一次過做咁多嘅份量喺塊面嗰度。我覺得醫生呢個舉動真係非常貼心，即係佢唔會覺得係想賺多啲你啲錢，然之後嗌你打一次過打多幾支喺你塊面度。佢哋咧亦都冇嗰啲咩套票買嘅，即係你唔需要一次過買3支之後每次嚟逐次扣，冇呢樣嘢嘅。咁總之咧，我今次可能做咗1支嘅針劑，咁佢淨係收你1支嘅價錢，咁所以完全係冇一個壓力喺度啦。咁咧，我擺翻我第一次打針即日影相嘅效果俾大家睇啦 ，before and after。哇！個側面咧真係靚咗好多啦。咁我嗰時喺度諗，其實1支都已經搞掂喎，咁靚。咪住先。其實咧，因為咧我都係第一次打針，我唔知啦。原來咧打針完之後咧，呢個即時影相嘅效果咧係會係有少少腫腫地嘅，因為打完針咧有少少你嗰個位腫腫地係正常嘅。咁所以而家呢個咧係一個腫腫地嘅效果啦。你要等佢個零禮拜，等佢消咗腫之後咧，咁嗰個先至係打完針嗰個效果嚟嘅。等咗2個星期之後咧，我就再次翻去補打啦。咁我都擺翻之前條片喺度啦，你見到咧即時個輪廓勁 sharp 勁靚啊！而我打嘅材料咧，我就擺翻張相喺呢一度嘅。咁咧佢係一個比較硬性嘅物料啦，亦都 dissolve 得比較慢啲嘅。咁我就係醫生佢會幫我打下巴啦、鼻基底啦、鼻尖啦，同埋少少木偶紋呢一度啦。咁佢都係用呢隻物料去幫我打嘅。咁我已經係1年之前打啦。咁我會擺翻啲對比圖喺度俾大家睇。你見到咧，我原本冇打針之前咧，個嘴咧合埋嘅時候咧係好凸㗎。咁但係當打完針之後，哇！成個面型係流暢咗啦，個下巴係尖咗啦，個樣睇落去後生咗。我覺得真係靚咗好多啊，所以真係超級滿意啊！當時咧，我有少少對針劑上癮，試咗第一次之後，發覺哇變靚真係咁容易。我嗰陣時個心入邊係覺得我仲想要多啲。於是咧，我係有翻去再揾醫生，我想再填平少少個鼻基底，我想個下巴同個鼻尖再高啲，再 sharp 啲。醫生咧就幫我檢查，佢就話其實你嗰啲透明質酸咧仲未 dissolve 㗎，其實而家個樣已經係最靚最自然啦。佢話如果你再填得多、再填得平嘅話咧，個樣就會好膠㗎啦。同埋咧，如果再填平埋個鼻基底，個樣就會好似猴子咁啊。所以一定要適可而止。佢連錢都唔賺我啊，叫我翻去，非常有良心，非常好。即係如果咧我冇遇到呢個醫生咧，我同佢上去講話我要打咩，咁醫生就不斷幫我打咧，我就不斷上癮啦，不斷係好多嘅針劑喺塊面入邊啦，咁就會變咗萬化，變咗膠樣。佢等我 dissolve 咗之後，1年後再翻去 review，再睇下我有冇需要去補打。其實咧，除咗頭先我同大家講外輪廓順暢咗啦，我之前咧個下巴比較方形嘅，之後打完之後咧下巴咧就會係比之前尖咗，但係佢又未去到話嗰啲咧整容樣咁咧鬼死咁尖嗰啲，佢又唔係喎，即係佢掌握佢審美掌握得非常好啊，即係個 shape 嘅設計係非常完美。然後咧我又唔知點解咧，因為其實佢幫我打高呢個鼻啦，咁佢唔係直接打個鼻尖嘅，佢好似係喺下面呢個鼻小柱嗰度打入去嘅。咁但係打完之後咧，我想講我個鼻翼呢個位係收細咗少少，即係你唔會覺得好奇怪，即係你唔會咧收細到咁樣啊。但係咧佢收細咗好少，即係咧你要係自己照鏡先發現呢個 difference 嘅。咁你會覺得哇個鼻真係精緻咗，即係人哋咧未必覺嘅，但係你自己照鏡就知道，哇個鼻精緻咗啊！即係除咗你下巴個線條靚咗之外咧，個鼻精緻咗啦，個鼻基底填充完之後咧，個法令紋淺咗好多啦，然之後個人咧就後生咗，所以我覺得醫生嘅審美咧真係非常重要。咁頭先咧 share 咗好多我之前做完之後嗰幾個月嘅相，前後對比俾大家睇啦。咁因為而家咧已經係1年之後啦，咁我等陣咧就將我成個妝卸咗，我就會近鏡咁俾大家睇下我嘅素顏，去做一個1年之後嘅 review 嘅。而家咧俾大家睇下我素顏嘅狀態啦，我就紋咗眼眉同埋眼線嘅，所以你會見到有啲顏色。咁我搽咗冇色嘅防曬啦，咁依家係連唇膏都冇搽嘅，咁就可以俾大家睇清楚素顏嘅樣啦。你見咧其實都係好自然嘅狀態啦。如果我唔同你講我打針嘅話咧，其實亦都未必有人知道我係打咗針。依家俾大家睇下我個側面啦，1年之後咧個透明質酸咧係好自然咁慢慢吸收啦。雖然而家未係最巔峰最爆靚嘅側面啦，但係完全冇變形。呢一個先至係最安全最自然嘅醫美狀態。其實呢1年我除咗做透明質酸嘅注射之外咧，其實我塊面咧都做咗好多高能量嘅療程嘅，例如soft wave 啊、BTL 啊、Onda， 即係好多有熱力啊、光啊嘅療程我都會做啦。我冇特登去避免嘅，咁但係做呢一啲高能量嘅療程咧，亦都會令到你嗰個注射嗰個透明質酸吸收得快啲嘅。今次係第一次做填充喺塊面度啦，之前未接觸過嘅時候咧，我成日個心咧都會好驚會唔會移位啊，會唔會慢化？因為實在太多人講呢一個問題。
而家1年之後咧，完全係冇硬化冇移位嘅狀態啦。我諗硬化咧係因為你不斷打，令到塊面好脹啊、好膠咁嘅樣。同埋第二樣嘢就係移位啦，移位就好考醫生嗰個技術，打得啱唔啱個層次啦。咁我之前揾呢個醫生嘅時候，因為佢係除咗係打針之外咧，佢都係會做好多面部嘅手術，所以佢咧係對面嗰個層次係好了解嘅。咁所以 that's why 嗰陣時我先至揀咗佢去幫我喺面上度做透明質酸嘅注射啦。我終於拍咗呢條1年嘅 review 片俾大家睇啦。咁我終於可以去補針啦。咁我補完針之後咧，會再補拍幾個 shot 俾大家睇嘅。好，我終於補完針翻嚟。呢個咧係而家1年之後嘅補針啦。而家係完全冇化妝嘅狀態。今次補3支針咧，我就分咗2次去補。咁我就分別補咗有下巴、鼻尖、鼻小柱、鼻基底，同埋今次咧我做多咗一樣新嘢，就係我填直咗個鼻梁啦，令到個鼻梁咧高多少少。咁然之後個鼻尖嘅高光點咧就可以拉高啲啲，咁就令到個側面嗰個鼻嗰個輪廓就更加靚、更加 sharp。就算連我嘅一個正面，佢嗰個法令紋咧亦都係淺咗好多啊。其實除咗下巴後縮之外，我第二個想改善嘅問題就係 gummy smile。我發現填充咗透明質酸之後，我 gummy smile 嘅情況改善咗好多。唔知係咪因為下巴同埋鼻小處入邊有透明質酸啦？我笑嘅時候其實依然都係用同一道力去笑嘅，拉上去嘅時候咧，竟然牙肉咧露出嚟嘅情況咧係少咗好多啊！呢個真係令我非常驚喜，即係醫美填充完全可以改善晒我想改善嘅問題，而且只係1年先至去需要補針。我覺得呢樣嘢真係我做過最值得做嘅醫美，因為佢可以即時就見到效果，唔需要等幾個月。朋友亦覺得我靚咗，但係又自然到佢又講唔出我靚咗喺邊度。我希望我呢一條針劑小白嘅1年實測片可以俾大家做一個參考。喺我結束呢一條片之前咧，我揾花張我2017年嘅一張正面嘅相啊，我攞咗佢同今年2026年6月影嘅正面相做一個對比。我發覺醫美嘅科技實在太犀利啦。其實我面嘅骨架咧一向都係一邊大一邊細嘅。睇翻我2017年嘅相咧就好清楚。呢9年嚟做嘅醫美咧，竟然可以改善我大細面嘅情況啦，而且亦都令我嘅外輪廓順暢咗好多。我而家嘅骨膠原仲飽滿過9年前，所以我決定下一條片我就會講下我呢9年嚟做過嘅醫美，亦都會講下我每1年必定會去做嘅醫美。所以有興趣就記得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， 撳定嘅鐘仔，有新片嘅時候就會通知你噶啦。如果你都中意呢一類型100% 自費嘅實測片，希望你俾個 like 我，你嘅 like 就會成為我嘅動力，拍多啲片俾大家睇噶啦。有咩問題就喺下面留言，我見到就會即刻覆你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